你要有个心理准备，恐怕这件事，扣扣也会受到牵连。娘娘先不要想扣扣的事情，皇上肯定不会对扣扣怎么样的。我觉得，兰贵妃娘娘肯定是弄错了，她发现自己弄错以后会改口的。她不是弄错，她也改不了口的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果真是多么可怕的女人。她之前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她装出来的，我们只是都被她骗了。怎么会呢？兰贵妃心地善良，性格很随和，我们都很喜欢她呀。英格尔，你不是也被她骗了吗？果真是骗了我们大家呀。灵珠和她比起来，还远远不是她的对手。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女人？她蒙骗了皇上，蒙骗了皇额娘，也蒙骗了自以为颇识人心的董小宛。太可怕了！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女人？国珍，你知道朕对德妃的感情，你现在指控德妃，那是否定德妃，也是在否定朕，所以朕必须要向你问清楚，你为什么说德妃就是害你之人？你看到德妃往茶水下毒吗？你为什么还要喝下去？皇上，臣妾现在的心情和皇上一样难过，臣妾也不愿意相信董姐姐会害臣妾。皇上，董姐姐不是在臣妾的茶杯里下的毒，而是在她自己的茶杯里下的毒，然后趁臣妾跟静妃吵架的时候，她把茶杯互换了。兰贵妃娘娘，确切的看到德妃娘娘把茶杯换了吗？倘若是真把茶杯换了，你应该感到奇怪才是。为什么还要把这个茶喝下去呢？刘公公，这德妃真的是天底下最厉害的戏子了。那天我就坐在德妃的身边，她趁我和静妃吵架的时候换了我的茶杯，那动作非常快，可还是被本宫发现了。只是当时没有在意，可是我当时喝下茶水之后，我发现中了毒，这才知道是董姐姐下毒害我。可是那个时候，本宫已经说不出话来了。皇上，我最亲最爱的董姐姐，她为什么要这样害臣妾？臣妾真的不懂，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娘娘，如果兰贵妃真是坏人，那皇上和太后娘娘一定会让她现形的。皇上这么爱您，他怎么可能相信您会害人呢？再说了，兰贵妃是否弄错了，还没有定论呢。英格尔，你现在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。我现在可以肯定，是果真自己给自己下毒。他都能下毒毒死自己肚子里的孩子，这么狠毒，他是想要我的命啊！而且果真曾经对我说过，他救过皇上的命，皇上是绝不会怀疑他的，所以他才胆敢设下这个局，制造出我为了要进位，要谋害他的假象。你说，这一切我逃得过吗？
明白了，这件事情比我想象中还要严重。如果皇上和太后娘娘相信了兰贵妃的话，下旨降罪，这件事情就无法挽回了。小婉不怕死，但我绝不向果真认输。我一定要向皇上还有皇额娘揭露果真可怕的嘴脸。娘娘，您现在要冷静的想一想，能不能找到果真诬陷的证据？对啊，果真设下这么大一个局，他一定会留有证据。英格尔，果真的证据一定是在我的房间里放了和他茶水里一样的毒药。哎，怎么了？姐姐，刚才可能是太过激动，好像是动了胎气了。冬姐姐，玉儿身上带着安胎定神的药，麻烦姐姐帮我去拿一下，我吃了就没事了。那你安心在这儿等着，我去就来啊。前天果真来过我的房间，他到我的睡房，在这之前他从未来过我的睡房的。那这样看来，果真一定是把毒药藏在了我睡房的某个地方。娘娘说这个情况非常重要，我相信以果真的诡计，会把毒药提前放在你房间，伪造出娘娘下毒的证据。我的判断肯定不会有错。英格尔，你现在赶快过去向皇上禀报吧，请皇上下旨搜查我的睡房，我想一定会找到毒药的。额娘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，后宫的瘴气实在太重了。儿子到现在也不敢相信，此事是德妃所为。虽然有果真她的亲口指证，可儿子还是不相信德妃会害果真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德妃害果真，是因为德妃看到果真才是她最大的敌人。德妃她的野心应该还不止皇贵妃，她之前暗查皇后，应该也都是别有用心的。皇娘，德妃她没有野心呐，她会做出如此可怕的事，为什么？因为皇帝对德妃用情至深，所以不敢相信这个真相。德妃也并不是一直有野心有图谋，她是后来慢慢变的。皇贵妃之位突然摆在眼前，她终于忍不住了，忍不住野心就会越来越大，最后就付诸于可怕的行动。Coco， 姐姐如今是罪人了。姐姐的手现在被绑着，居然是皇上亲自下的旨意。姐姐别这么想，英格尔说，皇上下令绑姐姐的手，是怕姐姐想不开，才这样做的。姐姐决定明天跟果真斗一场，如果姐姐斗败了，姐姐将性命难保。Coco， 要不然，姐姐，皇上要是敢杀你，Coco就跟他拼了。傻 Coco， 别说傻话了。我自然是拼不过皇上，可他要是敢杀姐姐，Coco也不活了。Coco让他把Coco也杀了。
口口，别这样说，别这样说。人质怎么会这样？额娘现在担心的是，明天你审德妃，能审得好吗？能做出公正的裁决吗？儿子想先听听德妃怎么说。如果德妃真的罪名坐实，儿子一定会对她做出严厉的处置。皇帝会怎么处置德妃？儿子还是想先听德妃怎么说。她毕竟是儿子深爱的女人，儿子不想因为错判而冤枉了她。皇帝这样想，额娘可以理解。不过额娘不太放心，明天额娘跟你一起审，行吗？儿子谢过皇额娘。儿子也很担心，如果明天审出德妃就是这个真凶，儿子怕承受不住。儿子给皇额娘添麻烦了。皇上，皇额娘，德妃，她竟然要这样毒害臣妾，臣妾真是没有想到，臣妾又失去了皇上的一个孩子，臣妾真是有罪。果真，你受的苦太大了，皇帝跟额娘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。皇额娘，臣妾真是想不到，德妃她竟然敢下如此的毒手，臣妾百思不得其解。昨天晚上，臣妾想了一夜，回想起前几日德妃娘娘和臣妾说的一些话，臣妾好像得到了些答案。果真，他对你说过什么？皇上，那是灵珠死后不久，有一天臣妾和德妃聊天，臣妾说灵珠好坏，好吓人呐。德妃她突然叹了一口气，说灵珠她也是被逼的。她还说，她在后宫待的时间越长，就越体会到，想要在后宫立住脚，过得好，就必须要动心机，和人斗智斗狠。还说这些都不可被人知道，被人发觉。他说臣妾太过单纯了。过了几天，德妃告诉臣妾，说皇后娘娘有问题，说在暗查皇后娘娘，还严令臣妾要发誓保密。皇帝，你都听见了吗？德妃已经变了。皇额娘，臣妾知道，德妃，她一定是在后宫被一些事情给诱惑了，她一定是鬼魂迷了心窍，才会这样毒害臣妾的。从前的董姐姐是多么善良可爱。她不是被鬼迷了心窍，她是被欲望迷了心窍。她跟灵珠一样，都想当皇后，这就是答案。皇上，皇额娘，虽然臣妾受害，但是臣妾还是想替董姐姐求个情，求皇额娘和皇上饶她一命。果真，你下去休息吧，这件事你不用想了。刘光才，
奴才在。传德妃。这。传德妃。董小宛，你为何要害我？果真，你好狠毒啊！这样害我，终有一天你会遭到报应的。臣妾参见皇额娘，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皇帝，德妃，你可知罪？臣妾无罪，臣妾是被人陷害的。德妃，你让哀家失望，你还是经不住诱惑，真是令人痛心呐。你没想到果真还活着，你本来是志在夺命，若果真死了，就没有人怀疑到你头上，你的野心就一步步实现了。你毒害果真的手段既残忍又高明，本该对你处以极刑。但因为皇帝对你曾经万分宠爱，哀家也对你恩宠有加，所以只要你认罪，对你的惩处可以考虑从轻从宽。德妃，朕现在要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毒害果真？朕心目中的德妃不是那样，难道你真的变了吗？德妃，你能对我说真话吗？难道你真的变了，变得不认识了？果真真的是你所害？我一定要冷静，要让皇上、皇额娘明白真相。皇额娘，皇上，臣妾没害果真，臣妾没有犯下任何罪行，是果真在陷害臣妾。她精心设下了这个局，这个女人如此可怕，手段如此高明，真是太坏太邪恶了。德妃，你说果真陷害你？难道说他会害死自己的孩子，甚至不要自己的性命陷害你吗？你这么说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吗？皇上，臣妾知道，臣妾所说的让皇上难以相信。可是，确实是果真在陷害臣妾，
这一切都是果真精心设计的。你有何证据？下旨，让敖大人亲赴后宫来查找毒药。皇上对这事的重视，在后宫可说是空前绝后啊。德妃娘娘是皇上最爱的女人，皇上要定德妃娘娘的罪，自然得找到确凿的证据，证明德妃娘娘有罪，或者说证明她无罪。皇上让本首席议政大臣来亲自搜查，也是给议政会议一个交代啊。皇上的这道旨意可以说是意义深远呐。大人，启禀大人，毒药找到了。哦，拿来。臣叩见皇上、太后娘娘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臣鳌拜在钟粹宫搜出了2种毒药，经金太医当场勘验，其中一种就是毒害兰贵妃的那种毒药。鳌拜，毒药你可是在德妃的睡房里搜到的？回皇上话，不是在德妃睡房发现的，而是在德妃侍女寇寇的睡房发现的。德妃，铁证面前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董孝文，你为何要骗朕？你为何要骗皇额娘？皇上，臣妾没有骗皇上，更没有骗皇额娘。臣妾没有想到，我这竟然会如此阴险狠毒。皇上，扣扣房里的毒药，一定是果真的侍女云儿偷偷放进扣扣房间的。鳌拜，你先坐下来一起听审问。谢皇上。扣扣，马达，你们先出去，我跟扣扣要说句话。走。扣扣，英儿，姐姐怎么样了？皇上会放了她吗？扣扣，因为咱们俩的关系，皇上不让我搜查钟粹宫了。皇上派敖大人带人去搜他。我已经得到消息，说鳌拜的人在你的房间里找到了那种毒药。在我房间发现了毒药？一定是云儿照他主子指令干的事儿。云儿去过我房间2、3次，她一定是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动了手脚。德妃，你说是云儿在扣扣的房间里放的毒，那就是说那天晚上，云儿去过扣扣的房间。那天晚上，云儿没有去过扣扣房间。那她什么时候去过扣扣的房间？云儿和扣扣的关系很好，扣扣经常让云儿去她房间里玩。云儿上次去扣扣房间，
是1个月前，皇上，臣妾没想到，果真早就想好要谋害臣妾了。果真1个月以前就想好了准备用毒药害你。是啊，皇额娘。你别叫我额娘。董小宛，你真令哀家很伤心。皇帝对你如此厚爱，你竟然这样回报我们。太后娘娘，皇上，臣妾终于明白，后宫最可怕、最阴险之人，就是果真。小婉不怕获罪，小婉要让真正阴险狠毒之人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德妃，你口口声声说是果真陷害了你，可你让朕如何相信你？在昨天，果真已经命悬一丝，金太医跟冯太医都已经束手无策。他是老天佑护，才侥幸活过来的。不，皇上，果真不是侥幸活过来的，这一切都是他精心算计好的。果真如此有心计，他一定想好了中毒之后会发生何种情况，他何时晕倒，又何时醒来，这都在他的算计之中啊。冯太医一定是果真同谋，而且果真极有可能事先服用过解药。你住口！你现在居然说冯太医他是果真的同谋，简直一派胡言！德妃，你不清楚宫中太医跟所服侍的主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吗？冯太医怎么会为了一个仅仅服侍过2年的主子就舍命犯罪呢？不可能的！皇上，是臣妾错了，臣妾忘了，臣妾在皇上的眼中已是罪人，是无可饶恕的罪人，皇上再也不会相信臣妾了。董小宛，你别再演戏了，你不像灵珠那样一开始就在做坏事，装好人，你是慢慢变坏的。你告诉果真的话，刚才果真已经禀报了。臣妾告诉过果真，臣妾跟果真说过什么？英格尔，姐姐这下怎么也说不清楚了。我怎么都没想到，果真竟然是坏人。之前姐姐对他的怀疑是对的。你是说，德妃娘娘之前就怀疑果真了？果真隐藏得这么好，她不是一直跟德妃娘娘亲如姐妹吗？姐姐也是刚刚对果真有一点怀疑，因为果真对皇上说了一些姐姐一再叮嘱她不要让她告诉皇上的事儿。我一开始不相信，现在看来，姐姐的怀疑是对的，是对的。你们怎么不告诉我呀？因为你是皇上的人啊。姐姐怕告诉你，你一定会告诉皇上的。如果皇上跟太后知道了姐姐曾经怀疑果真，一定会当成姐姐想害果真的证据。英格尔，这一定不能让皇上知道，明白吗？Coco，我是皇上的人，也是你的人。我相信皇上这次肯定弄错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保护你和德妃娘娘。
你对我真好。皇上，太后娘娘，果真所谓的那些私房话，不是臣妾说的，那都是果真自己编造好的。果真自己想好了一连串的阴谋来谋害臣妾，臣妾无可辩驳。那些在后宫生存中必须要变坏的话，不是臣妾说的，那是果真的心声啊。正因为他是这样想的，所以才会如此狠，如此毒。皇帝，德妃是不会认罪的。她不像灵珠，灵珠事败之后，自饮毒酒做了了结。董小宛是仗着皇帝对她的情爱，还抱有希望。皇帝还需要什么？你知道，朕和皇娘一直很宠，很疼你。可你不要以为这样，你就可以什么事都能做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如果你把朕跟皇额娘想的都没你聪明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，你知道吗？皇上，臣妾对皇上还有太后娘娘没有丝毫的不敬，臣妾也没有自以为是、自以为聪明。臣妾之所以不断的申辩冤屈，是因为臣妾知道，果真虽然中毒，但臣妾不是凶手，果真他才是真正的凶手啊！好啊，朕不跟你说这么多了。朕再问你一次，是不是你害的果真？皇上，臣妾不能认罪，这祸害母子的罪名实在太大了。臣妾请皇上还有太后娘娘好好想一想，若真是臣妾给果真下的毒，臣妾为什么还要他能醒过来？若真是臣妾下的毒，臣妾为什么要把剩余的毒药放在扣扣房里，留下隐患？皇上，董小宛，你这些为何都不值一驳？你需要哀家细细驳斥吗？太后娘娘，臣妾的话听起来都像是在狡辩，可是臣妾请太后娘娘可以让云儿、扣扣还有冯太医当面质证，或者分别审讯。臣妾恳请皇上还有太后娘娘能给臣妾这个机会。皇娘，您觉得呢？好，臣妾多谢皇上，多谢太后娘娘。奴才叩见皇上太后娘娘，启禀皇上太后娘娘，景阳宫出事了。什么事？兰贵妃自尽了。太害人了！兰贵妃娘娘怎么会自杀呢？主子是为德妃娘娘害她的事想不开，主子一直视德妃娘娘为亲姐姐，主子是太单纯太善良了。果真，皇上，金太医，果真他怎么了？好
放心，兰贵妃娘娘身体已无性命之忧，她刚服了药，但现在还在昏迷中。吓死朕了！朕还以为果真的。皇上，太危险了，臣要晚一步，那娘娘就没救了。皇上，臣得报的时间晚一些，若不是金太医及时赶到，臣救不了娘娘了。你主子割腕自杀，你怎么没拦住他？皇上恕罪啊！主子回宫以后，他说要一个人休息，让奴婢先出去。奴婢一直在外面守着，后来听到了主子低微的呻吟声，奴婢就跑进来了。谁知道看见主子已经昏死过去了。朕得报，说你主子割腕前写了书信，书信在哪？哦，皇上，书信在这儿。德妃，你到如今还坚持是果真在害你吗？我要保住自己的命，跟这个聪明狠毒到极点的果真斗。我不能说一句反驳的话了，我不能对皇额娘说果真绝不会死，事情都在果真的计算掌控之中。后宫争宠斗狠是常见的事，哀家以为你真会是个例外，以为你真不争不娶。但如今你却让哀家明白，你也不可能是个例外。主子醒了。果真，皇上，果真有罪，惊扰了皇上。朕看了你的书信，你放心，朕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的。皇上，千万不要杀董恶氏。皇上对他的惩罚不要太严厉，因为臣妾和董恶氏毕竟有过一段姐妹情。朕答应你，你告诉朕，德妃她为什么要诅咒你？是这样的，臣妾从慈宁宫出来，在门口遇见了董恶氏。臣妾问他为什么要害臣妾，臣妾满腹的冤屈和不解，本以为
会得到他的道歉。可是没想到，他竟然对臣妾口出狂言。他诅咒臣妾，说让臣妾下地狱。臣妾明白他的意思，因为臣妾挡了他的道，让他现了原形，获了罪，让他失去了皇上还有皇额娘的恩宠。原来德妃跟你说的是这句话。朕看见你们两个人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说了几句话。朕看到德妃她一直瞪着你，可朕万万没有想到，她会对你下这么狠毒的诅咒。皇上，以前静妃害得臣妾失去了一个孩子，臣妾一直想让他给臣妾道个歉，不过静妃说是臣妾活该。现如今一直把臣妾视为亲妹妹的董小宛，她竟然比静妃还狠毒，她竟然要害臣妾。